市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，做风台高雄市站的各是风，各是雨。这个前镇有记者的技术，和这个风是吹甲摔倒在地。过路的公车司机看到，就惊技术家己一个人伫大路中有危险，就甲车停伫记者的边仔来挡风，嘛提醒后边驾驶爱驶过，来驶过。公车司机伫这个风雨当中的善心，是互网友大大来赞赏。另外，伫这个基顶停伫路边的机车，是互强风吹倒滚啊台。同一个暗暝，这个前镇渔港嘛是狂风暴雨。后倒摆去互大风扇一个规台车翻倒伫车路中央，机车后座内底物件嘛拢压伫涂骹。技术之风要行过捡物件，结果看伊行到遮尔艰苦，就知影这风有热透啊！一台公车就插伫机车边仔，就惊机车骑士一个人伫中央会有危险。司机开警示灯提醒后边车辆爱注意。骑士想要将车甲牵起来，也毋过风实在伤过头，安怎牵嘛牵无法。公车司机看到，马上将车驶较头前咧，用公车车身替骑士来挡风。慢慢啊，骑士才将车顺利甲扶起来，牵过路边。这个时阵，公车司机才放心将车来驶走。规个过程拢互楼顶的民众甲录落来，将影片传到网络顶。这个公车司机好心，互网友真娱乐。高雄的风到底有偌透咧？一个基点插伫路边的机车，冒互风台扇倒过来台。前镇渔港昨暗8点外是狂风暴雨，又要看袂到头前路。海开风台和高雄市是透风落雨，民众若要出门，就爱特别细腻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